住在這裏跟住香港會有什麼區別？因為從這裏去到香港，全程只要45分鐘。這裏是十字門的 CBD， 旁邊就是會展中心、喜來登、瑞吉酒店，後面還有澳門觀光塔。從這裏去到澳門，走灣仔口岸只要5分鐘坐船，去到橫琴口岸只要10分鐘。超過50%的香港客戶和澳門客戶都選擇住在這裏。後面就是珠海最大的華發商都，門口就是十字門的輕軌站，通往廣州南站、珠海的金灣機場。首付16萬就可以輕鬆上車。現在呢，就來到了房子裏，一房一廳，可以看到澳門，可以看海景。這裏支持以舊換新，大家可以拿舊房子來換，或者是樓梯房，樓下就是華發商都不愁出租，回報率有3.5%，可以用租金抵扣月供，非常好。還有一個消息，這裏是珠海首家港人服務中心。落地前戶超過65歲，每個月就可以領取4000塊錢的津貼，對港人非常友好。如果大家對這種項目感興趣，就在評論區聯繫我，發資料給你。